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我是徐美俊。我背后是咧竹东火车头顺头竹东同埋人气吼，佢係頭擺新竹縣政府啦，交通部觀光局提啦行政新嘅計劃，政期都差唔多2日嘅計劃，所以來嘅啦吼。不過咧嚇同埋人氣冇同埋曬咧，佢咧高湯少啦吼。你啦同埋人氣下順頭地啲咧係中央石頭順頭戲劇工人，自從咧戲劇工人漲好以後啊，冇辦法咧表散個日外，也冇辦法做一場嘅客家台戲。也下新竹縣政府繞到公園1路、2路，喺個北興路咧度提出咗行政新嘅計劃，係咧政期浪漫推3線嘅客家音樂村，用嘅計劃差唔多係3億嘅經費啦嚇。也竹東鄉親當時話咧同埋人氣冇同埋戲劇工人冇辦法唱台戲，也冇法表散個，也能擺為新立嘅客家音樂村係咪冇客家人冇音樂咯？變咗門咧講起就非常非常嘅少。韓國咧嚇，竹東佢頭擺係光復初期係推擺3台小鎮，非常非常嘅光榮。不過嗰陣時嘅竹北鄉，咧下變咗竹北市嘅人口係竹東嘅一倍係啦，加竹東啦竹北2幾年嘅發展嘅速度緊棒緊態，竹東人非常嘅心情濃漠，希望就等嚟咗客家音樂村3日讓嘅抬頭至抬建山，所以第一擺嘅帶動竹東嘅發展。但是因為希望嘅想法越講越好，越講佢變做門而講，但係行到呢非常強嘅面頭前，堂堂財體鄉親嘅想法係乜嘅，也堂堂一種嘅相關業者，韓國政府單位佢嘅講法係乜嘅，強烈嘅關係。一下鏡頭來到你竹東境內嘅非常強嘅苗片，傳到你採訪竹東嘅鄉親、新竹嘅鄉親所念，先讓大家問好，大家下主頭好。好，那客家音樂村呢，其實縣政府提出來以後呢，來中央客委會講，會做得啦，嗬，來我來設計一下、規劃一下看啊，嗬。故所呢，有鄉親是到呢下免數當輩，嗬，是來提出一條幾多想法啦，嗬！然後想法係乜嘅講？咁正經來用3.75億來起咗竹東嘅客家音樂村。3個啦客家係一個非常重要到竹東有清嘅歷史脈絡，但正經用3.75億去演太戲棚來創3個來發展音樂嘛，來講俾後生人做客家音樂咧，用新嘅公民嘅意見到免數當輩大家來傳去，到底用辦先見比強到呢個來賓來共同討論，中央嘅客委會產業經濟處嘅專門委員，也係竹東嘅模樣，劉坤琪劉委員你好。主持人好，你竹東嘅鄉親大家好。再來為紹介係新竹縣政府嘅秘書長蔡榮光蔡秘書長。竹東嘅鄉親大家好。再來係就文化創意產業嘅專門嘅經理人，佢又係嗰樣是文建會有文化創意產業輔導中心第一台嘅輔導人，你新竹強鄰嘅客家鄉親溫金鳳溫小姐你好。鄉親大家好。好。佢也到竹東嘅同埋人氣做個專業嘅經理人嚇，你下先咧看到係竹東客家音樂村呢地方係到公園1路、公園2路，喺個北興路日台，也風險呢強起來嘅咧位所，你只土地面積大體有3甲3公頃咁多啦嚇，縣政府用半年嘅時間開了3億冷氣。然後歸入財產局撥用了啲土地，一下土地係新竹縣政府嘅咯，好，佢來改造係變建做旅遊嘅服務專區，嚇，嗱目前當係設計當中啦，所以還係修改設計當中，堂大家鄉親嘅意見來做呢種嘅主要係規劃。咁到底呢下目前現場嘅情況係用反映鄉親嘅意見乜嘅？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
新竹县竹东镇北平路巷工业一路到工业二路段大约3公頃的地，多年来做下咗农民同耕種，但是一直冇登記提示資料，係由國有財產署管理。民國101年，縣政府建議向國有財產署批地，規劃做客家藝術中心起土樓。104年，個改造例如父母園區，而且署長用地以現地清查，引起農民的不滿。但是規劃多年來冇開工，全都政府還蠻講好補償的事情，還係誰看到有農民同耕種。那其實它是一個客家音樂的一個展示空間、表演空間。不過客家委員會已經選定用前瞻基礎建設的預算補助起3億規模的客家音樂村同太戲棚。這一部分的話，它因為竹東也是接領整個浪漫台三線整個沿線，那客家的一個元素裡面，山歌音樂是非常發達的，因此它需要有一個讓音樂人有一個展覽的一個空間。所以選擇在我們這個竹東。其中客家音樂村今日係第1期嘅計劃，還有小國家第2期嘅轉運站，第3期竹東鎮公所嘅行政空間，還有第4期文創商店入到，會帶來觀光嘅人潮。北埔、峨眉、橫山、尖石，都通過這個轉運站。這個轉運站裡面也可以連接到竹北高鐵火車站。把所有竹北的一個旅客裡面，透過我們的公車轉運到這一來。把所有的旅客集中在我們客家音樂村沿線的一個觀光景點裡面做一個整合，那整合了之後裡面才會產生所謂的亮點。新竹縣政府講，透過轉運站結合當地嘅交通通線，是對高鐵站帶來影響。對本來公有用地到後來嘅客家藝術中心，還有例如父母專區列到用地嘅規劃設計經過幾下擺變更。總算先天就竹東3個嘅音樂特色變做浪漫台3線計劃，先做通過嘅規劃案。睇下讓片地北都看到，就因為抗議乜計啦嗬。睇下有講到嗬，有啲土地嘅建材係國有財產局嘅，係新竹縣政府申請講我新竹縣政府會用啊，所以用不用嘅方式，半年開了3億1,000萬人起來買下來啦嗬。所以咁樣時呢，你看到到2011年嘅時間，也是民國8年嘅時間嗬，講係做客家土樓啦嗬。到104年嘅時間，來聽通，可能做嗰個遊客嘅服務中心嗬。不過聽話講到嘅票嘅國有土地嘅農民啊講，跟我喺度咧票啊，喺度咧大啊，喺度咧耕種啊，個山區嘅問題還蠻解決。雖然講土地係國有財產局買本新竹縣政府咧，新竹縣政府認了國有財產局講，佢你有冇攞啦土地嘅山區咩清楚人買本矮咯，矮咧係解決啦問題，所以爆發了爭議，也冇停通到。浪漫台3線咧提計劃出來之後，又還有前瞻計劃出來之後，呢個中央客委會講好，你前瞻計劃啲咪度呢？4月22號來用到呢浪漫台3線來用啦，嚇！咁樣是去年8月份呢個李潤德、李主委佢來到呢個新竹人，慢慢去看，慢慢去撈，叫哎呀真緊，嚇！你客家音樂村啊，嚇！就可能做起來啊！佢本來想講用半開放嘅音樂空間，像推動式嘅一個鐵路局嘅一個羅屋啦嚇，羅屋上咧做一種鐵花村啊，鐵花村叫你半開放式嘅音樂村，就可能咧做新竹縣政府談了非常歡喜哦，土樓總出來冇關係，夾夾來做客家音樂村，你第1期嘅計劃嚇，可能啊。今年代為來發包聽通係規則浪漫台3線，第1則來開始聽通起來大興嘅規劃案嗬。看睇啦，大體嘅少解之後，我想強調呢個財秘書長是講，你一下目前嘅進度係樣板型，三件問題嘅解決睇忙，韓國有希望到今年嘅年代來發包冇，都有信心冇。李主委呢，佢看到啲新竹東嘅創業來50多年來創山歌，唔是聽過啊哈，從話是不是啲客家山歌為簽紮基地來發揚，然後把年輕人流行音樂就帶落來，包條為咗空間啊，
好，其实问讲，竹东还有嘛为什么？我请去看个嘛竹东的动漫园区叫我强势，无讲个资源庄动发，甲注意讲个种树诶。结果啊，种树咩哦，该系个住宅区哦，叫做买30是不是啊？咁冇可能的嘛，无叫啊，该是冇啊，在竹东就没有机会了。我讲，我们有一块地3公顷啊，跟国有财有架构的哈，是不是可以去看看？李主委看看说好，这块地很漂亮，就这样，你们县政府出地，你客委会来出钱哈，把这个客家音乐村把它打造起来，这样一定要把它打造成半开放空间，莫安隐蔽式的空间，像演艺天啦，一个礼拜1场音乐会就不得了了哈，那另外6天就关蚊子啦，这样不行，它要开放式的，要像台东的铁花村，宜兰的罗东文化工厂，黑妹去观摩去参观，看回来以后我们就得到灵感了哦，平时也可以当游戏空间、休憩空间、运动空间、亲子空间，全走的啊。有音乐会的时候，它又可以办200人左右的小型音乐会，1000人的中型音乐会，5000人的大型音乐会，全部走的啊。所以讲这样子设计定调 OK 好，就核定了3亿啊，我们还要配额款了哈。所以我们就积极的来展开规划。不过我通台告报告啊，前瞻计划呢，中央是控管很紧哦。今年年底啊，还讲冇法报啊，该签是冇嘞啦。所以我想目前的进度係已通大家報告。目前的進度，先聽我講了重點啦。今年年底係冇法報了，預算是冇拔出去的哈。問下你嘅劉坤去劉委員，你哋土地特別提出安到冇共同想法，你下提出來客家音樂村真緊係最好嘅計劃嘛？然後講到日天咪通過了計劃，然後講忙得是哦，還在設計當中哦，了12人啊。可能主動向前，還忙做得屁股唔定咧偷笑啊！哈，形容版先來講下好冇？縣政府了擺提出了客家音樂村哈，就考慮到嗰啲歷史文化哈，和親美為首美以後，佢就考慮到佢財體嘅居民嘅生活，還有交通啊、公共了到人數啊，所以係而家以後嘅。嘅想法啦，吼，所以客委會是想講，縣自治區嘅規劃到設計，吼，環境設計到樣板，係講做得一項吼是盡量來提升，吼，像聽秘書長有沒講，吼，初步我哋嘅楊副主委，吼，沒有親身來到地方來看講，佢設計嘅前途嘅狀況。該狀況啦，哈，所以我哋會密切注意啊，密切注意，看佢哋前途到發展，哈，唔會講本嘅錢財是通過啊。哦，所以大家批嘅叫下很到啦，哈。啊，用起只3公頃嘅土地，佢係做透露安到目標安排，哈，該到同埋人氣，嗰樣時係看到內灣線嘛，哈，要9隻。要設設計嗰種老火車頭，嗰陣時也簽了3隻火車頭嚟做 OT 嚟做嗰個動漫園區，嗰陣時也提出當到嘅願景，講當到未來想法，但是咧下看起來老頭擺所講嘅有啲目標老前衛，所長太慢吼，剛想請教你嘅溫金鳳溫小姐，你對呢件事情目前為止嘅想法老建議係乜嘅？我咧好問是講，你係走你係音樂村啊，中央以及地方機關，你對於這樣子的計劃，你的目標、你的宗旨，哦，你要慢慢走。你對於這個故鄉裡面竹東嘅發展，你對咧人才，哦，你講後生人進來嘛，要慢進來。我當初做動漫園區是希望咁樣嘅，嚇。希望當到後生人都做喺度咧來強下來做嗬打拼。可是你冇做起來演員係乜嘅？其實提倡演員係乜嘅咧？因為政府嘅學習，政府根本冇買清楚按到乜嘅 OT 案、大計劃案哦。那個整個計劃案，我記得是2億多啊，分軟硬3億多被砍到2億多 ，OK。然後呢，3個 OT 商。哈，然後呢，主管機關按那個人警服交旅處哈，馬東想來走紅，可是個心裏有慢走哈。結果我們竹東動漫園區應該是竹東火車頭2片啊，哈，
动四两片是爱到来竞争啊，竞争安样吼。可是呢，因为政府都该把关啊，都在做了事情唔好，硬体一直延宕。我觉得紧紧你也为提放好政府单位、主管机关哦，你跟专业团队、跟乡亲哦，还有很多连结沟通要非常明确。好，我想快访问你主动的向前，然后可能传到当作较加向前，主动向前。你俩只为所做客家音乐村的时间，佢系另外硬体、软体的一只配合时间，譬如讲天车、游览车各方面的时间，是在设计当中的些设计时间。希望你的建筑师，希望你县政府，希望你大家里头，了到为加强的为所注入的。更加多的元素，不以做到更加好咧。假使讲就做只客家音乐村行业时间，你也搿种唔是人嘅客家山歌比赛些，因为第一个比赛做啲第一个来比赛，喺上面主动一定会再创荣基啦，一定会再创它的一个发展。好，希望一群很有一个台阶系啊。我只健身呢，3、4千年来都也会办法同嘅时节，游览车来到内位，天到内。所以我希望对也会提出来，希望能够透过也只关系，让政府能够改善也会。其实佢嘅游览车嘅天车厂做得2种想法啦，一种办法同时咧就咧天20-30人辆车，冇是30人通嘅游览车，仍然嘅游览车，但是呢，偏窗做咧开放做做乜嘅来。安样的想法些，相信也只地方是有发展的，所以大家会希望，谢谢哈。好，希望好。大家当希望带动了只，希望讲了音乐村在带动你主动的发展，主动发展以后呢，可能带动周边的像峨眉啊、北部啊、王山啊、用林啊关系，顺头的乡亲也会一并带动起来，所以了只计划可能关系到唔系主动真天天哦，还有顺头5只乡亲，咁真紧像群众群啊起来，贵群众啊全部都咧受到好嘅叫做影响，啊像嗰趟你现场乡亲意见。大家是讲到建设是等于发展啦，吼，但是我讲系讲真正建设是为发展咯，你就唔是国家音乐厅，咁问题系看你主动有安样条件冇啊？所以问题唔系建设一定带来发展，是建设内容的问题。我讲到建设内容的问题，有只内容系咩？你真正主动爱的东西，吼，我也啲乡亲当为难啊，吼，人家讲主动冇发展，我也同意啊。但是像喺动漫园区、文创园区当中，乡亲我也有问过，大家咪骂到为死啊，讲解浪费钱，但系看到有钱来后有冇说动用样啊，有望能叫下来，但个有东西唔好有骂几浪费钱，就是你主动按到年来你看，戏曲公园做咧，唔是做过一盘戏，我讲嘅是个中心河道嘅蛋糕，做好到紧，唔是做一盘戏，大家啲动漫园区做好到紧，你也有歌舞秀又有款庭，就是按讲实在当唔好谈。我们还有什么信心去相信音乐村的成立之后，会有音乐的元素在里面发展？现在我要问，我们有没有这种改变的可能？我们把动漫园区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培养客家戏曲山歌的一个基地，就它有没有重新被改变的可能？好，所以你咪讲，可能俩。消息出来以后，你主动的公民嘅团体也有同民署单位讲，咁正經3.75億咧起只客家嘅音樂村，然後佢哋提到佢嘅想法，然後係講你一下主動入嘅書記裡面文化館，過來講到很啊好嗬，很啊配合呢個財體嘅樂團來利用係一好嘅方式，一講出頭嘅向先講嘅動漫園區可能也目前嘅規模啦方式嚇，做得嚟做。客家傳統音樂傳承也唔會做得，故所就當地有當地嘅音樂，還有冇強壯嘅社團來記錄來落嚟來到地方來做文化工作。目前佢哋情況係樣板先對呢隻音樂村有乜嘅想法呢？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
前的款谱演奏对主动来嘅新竹建立青少年管乐团的学生，头先生带紧演奏一条一条的歌，那是传统的环境，适合白嫩嫩乐器同谱卡，那些人较多讲拍做下渐渐跳下。所以我们4个团大家轮流使用这场地。青年团呢，他们用早上，青少年是下午，然后县立国乐团是晚上，都是用周6的时间。唔但这呢，学生还对主动从8点钟的巴士到头就被4个音乐厅将主场体式练习。从日就卡CGT 做下头管乐团，日子冇平到所以练习的时间冇抢款，几无卡出门这几年。动九块其实都俩，见到暗布条，全都要拍10点半的。嚟做家長唔盼得耐，帶佢安詳嘅太提琴，逐禮拜4車接送，對主動到足白，那係到到較多車時節10分鐘不到嘅17到8點鐘。想說，既然我們在地已經有表演廳、表演的場地，如果說可以有讓他們可以練習的場地在地的話，對，就更好了。這樣，對，因為那邊有好幾個國小都有國樂團。唔但只係演奏團體嘅練習場地，你做及中生意太接近嘅山歌比賽係新竹主動前9名嘅活動。但是多年來，超係愛舒服嘅蘇麒麟文化館，就係無後台空間嘅戲劇公園，對較無經費嘅團體來講，做下唔係適合嘅練習場地。我們每一位老師呢都沒有再額外再跟學生收鐘點費，就希望能把國樂傳承繼續傳承下去。所以如果有場租這方面的話，會對學生壓力比較重。家長同學生十分期待，但係主動涉入共享空間，唔事前提供場地，為另外增加學生嘅負擔，俾世界圈來培養新嘅音樂人。好，聽下看到洋片地位都當到後生嘅呢主動嘅肢體啊，才學習各種各式各樣嘅音樂啦嚇。其實台灣第一隻去到國際嘅舞台來指揮教鄉樂嘅樂團嘅人係馬莎李小嘉，佢馬莎人主動人，呢主動嘅肢體就因為吹清，但是你係咪還有相同嘅條件來配讓呢主動嘅肢體，而且你係當到主動嘅家長啊嚇，非常嗰種認同嘅一件事情啊，像現場開放為你主動嘅，講開放為你主動嘅向前，好了解太高。那這一次好不容易，我們有這個竹東音樂村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的一個展廳哈，那我就希望說，我也看了它的一個軟體裡面，它有讓我們團練的一個地方，有提供我們各個我們的音樂也好，或者未來我們的舞蹈也好，我們各種書法教室哦，它有很多的教室。那我們希望就可以把我們這些竹東的這些音樂元素不管是國樂，或者管樂，或者其他山歌的，或者其他客家音樂創作的，都有這樣的空間來推廣呢客家嘅音樂啦，好，睇下講到咧，蘇麒麟嘅文化館啊，唔係一檔好嘅表演場所，因為佢頭擺係隻農產品嘅賣嘅展售中心啊，所以改做蘇麒麟文化館之後呢，佢就演藝廳有588個座位，不過佢冇後台和電台啊，所以特別看到呢個小朋友表演嘅時間，環境樂器啊都。觀眾席行到推檔去哦，你係只冇吸嘅空間啦吼。嗰類看到係主動嘅戲劇工人，演才是大家表散過嘅位所，應該正式經費來無戲來之後，結果冇做過一盤台戲，又冇辦法來表散過嚟，冇章冇辦法章了之後唔定用架曬，嗰區我們啲鄉親好了解太高，係了解太高。那音樂的部分，竹東一定要用生命力來進駐啊，所以我有幾個動線。要提出來，就是音樂的動線，就是舞台上面那個演奏家、演奏團隊的音樂，它第一個是直線，直接往觀眾席；第二個聲音是從背後反射出來；第三個聲音是左右旁邊的牆壁反射出去；第四個動線是屋頂上反射回來的。所以我覺得，因為我看這個音樂村這個屋頂是平的，所以可能希望我們的計劃再加強一下。再來就是我們舞台的動線，一個音樂家跟100個音樂家要進場的時候，
些动线进场到退场的动线，然后还有工作人员的舞台从后台。要如何策划，如何进场，这是我提出的建议。在此感谢。后上的是阿姐。那我觉得，如果今天要盖这个音乐村，是不是要想到后续的花费的问题？不然又是挖一个新的坑。那刚才还有提到说，这么大的建设，你光买地就是3亿了，加上你接下来的建筑是3亿多嘛，那接下来的建筑又要花3亿多，那整个6、7亿的工程，那是不是这个工程跟竹东的每一位居民都是有关系的？那以后要有这么大工程之前，是不是你要上网先公告？在计划会之前，你要把一些资料放上网给大家去讨论，然后也许看看竹东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空间有什么需要加强的，而不是你在计划会当天想要请一个人来参加，可是那些居民可能没有那么关心公共议题的。那你请那些居民来，那好像我们已经有开过计划会，已经完成了，有居民们背书。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不是很好。好，所以规个行情的昌喜、西建帮冲，众所周知，了件事情走到来，好，希望你好，谢谢。必须让我先强调一下啦，因为村到了哈，目前当然在规划当中，然谈大家意见做修改嘛，吼。第一期客家音乐娱乐，韩国有大戏棚吼，睇下你讲到了係只马蹄形的吼，还有半开放式的，有活动個下部係空的吼，所以你講去簽賽表演，然後走在走户外音樂會，200賽還有專業的演藝廳吼，還有這個團練的空間吼，所以講，你當利用圖，你目前看到規劃嘅設計圖，因為評估係用辦先。彭玉美，你们应该讲天差窗嘅问题嘛哈？因为啊，天差窗我本来未讲，按法会所啊，今日罗机长也有事哈。因为啊，天差窗要執天差會夠錢啲啊，200萬啊！你係天300執天差會是3億起下，梗唔是起步啦，那3.75億，梗弄個停車場，梗音樂村唔是起來哈。所以要做這個遊客轉運站，國光客運、新竹客運湊到了到來。冇錯。我問題來了啊！有人台興的客人差死了，廢氣很多。我在戶外這邊聽音樂會，感覺求瘦呢。唔係，還叫距離啦，香港。哦，還有。因為個天差度建築物都兩片啦哈，音樂會都兩片，所以有一棟大建築在隔離。哦，聊到地點。天差度兩片天啦，係。天差度聊到天。上下差度兩片上海。哦，所以香港嗰兩片。有南差係天差窗，你啲啲嘅空間啊，我剛剛講過哈，就前度係誰建的哈，不應該個人工作室用誒，然後又團練室。好，也有發表的，所以呢，生態就2張哈，兩張係小型戶外劇場哦。你要走在文化局前面有一個文化廣場，前面一個小區劇場的，兩張也可以容納200-300人，冇問題啊哈。所以呢，呢張建築師佢設計過音樂的或是表演場地呢非常多，而且呢。他已經把很多的以前失敗或是痛苦的經驗，把它改正過來。所以你要講起來，你應該是集他數十年的功力啊，全部發揮在這邊了。我想來強調一下，你嘅問小吉老師講，了解哦呢有部分的提起要 OT， 好，兩百可能了地方，好要 OT， 為 OT 嘛哈，有可能嘛，唔係全區 OT 啦哈，所以。該可能面對係像哎用因的畢業的，有心要從事音樂創作的後生人，佢可能冇買錢，佢有任何理想，可能從來都有家長，佢有聲音來送去團練，但是可是賣樂器強性上是當發錢的，連 OT 如果可以挑錢來票重提。動漫大家都浪費我們的國寶，你國寶流行性上啊，3大國寶啊，是佢很脆甜啊，叫我哋笑睇咯。佢從下哪練咯？竹東還有兩個客家國寶來撇下3個天後竹東出世。我意思是講哈，你要按好嘅字眼，我嘛要辦法嚟建築了投資。可是咧，你政府哈，你嘅咧都愛做嘅事情嘅主管機關冇了能力，該運用慢的提升，這是最大的問題。柯南。他都有柯南機場，誰說我們的流行星大嬸婆流行性上給大嬸婆不能揚名國際？
它的品牌 IP 在美国有美国学校、大婶婆美国学校、大婶婆花生、大婶婆食品、大婶婆野姜花粽，跟都低了薄吗？所以你的讲的东西都没去仔细深化，我还是担心音乐村。所以你从经营面看到当的问题，再来，我除到计只心啦，你係唔係為到選舉開你係票，最尾全部要跳票？我的意思講，你用辦一來華麗轉身。華麗轉身不是嘴巴上講那麼容易，不是說我政策 PowerPoint 影片放出來就可以，你後面的行動方案方針、人、團隊、專業、資源整合、挹注、陪伴，好，就這樣。睇下問小基基用基文化從產業實際競爭，給咗從一個 OT 業者的專業經理嘅角度來看到，咩氣候日後後邊競爭係非常重要，尤其係 OT 業者，因為先係用促產法來先，然後用公共工程招標嘅方式來先，那先出來 OT 業者對咧場館能擺營運係咪變到冇那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嘅，新竹人非常多愛用嘅理由，先聽等新聞記者講到去了解一下。1803年，關西陽風館鬧鬧熱熱的開幕，唔但搶點出關西當地的人文歷史，未就搶歐洲的表演團體來台灣，過後實表結限限幾下年。到1896年底，新竹縣政府規劃轉型做全台灣第一間太體型博物館，按算1807年5、6月的時重新開幕，但是多年來還係種亞人片為緊，疊施工的公告。1804年底開幕嘅竹東通萬園區，人氣地度嘅香菇屋熱土促進話題，變做欣賞嘅熱門景點。但是門口實到列場疊高天建嘅故事，人氣地度另外打造設超360個人嘅空間，提供新嘅歌聲來表演。在地的老人家居多，然后想说给他们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就是找一些比较老的歌星啊，然后一些年轻的艺人来这边，让他们有一个发展的舞台，然后也看能不能带动竹東這邊的觀光發展。通萬園區我聽業者講，通萬園區嘅客群主要係後生人，對老輩較少唔到幾年來。唔係團體嘅人口數了日睇咗係200個人，但是平常時上班下跟那全島之上20個人，經濟嘅壓力十分大。跟那些另外發嘅企業高本派嘅業者來做高天秀，接關於嘅旅遊團客。竹東地區除了通萬園區，同竹東火車頭嘅東片還有文創藝術村列島，對新竹縣政府安順嗰區嘅音樂村，地方藝文人士氣度冇乜樂觀。因為東萬園區已經是一個文字館了，居民對或是音樂人對這邊的需求，對這個音樂村的需求到底高不高？然後加上營運上也可能會有一點困難。對，我覺得這要全面的考量。地方人士講，觀光雖然是帶來經濟嘅新發展，但是國家希望嘅係增加公園綠地，亦係親子休閒遊樂嘅設施，政府採貼居民有較拄好嘅發展空間，唔係個增加一個跟那些帶動短期話題嘅藝文館。睇下讓片就開始看到新竹關係養蜂館，佢現在佢哋下限係新竹人地方產業交流中心嚇，佢特別係農民發展中心，變做係只有展演嘅空間，也有賣農特產品嘅會所嚇。民國97年，你係用魯當部係簽嘅導演相片，請越南嘅馬戲團來表演，可能當到鄉親講，就是我哋關係同馬戲團表演嚇，不過發通啊，一時停停，何講緊維持冇夠，等等又出現問題。東南地了的土地呢，係你竹東係一東南地都按平就按發的土地啦，竹東街路都當旱嘛哈。看到嘅係倆藍色的鋪，藍色的線倆到係呢個音樂村，順頭倆啊用伊頭過來彎彎的哈，係台內公司22公頃嘅勞工廠，佢也來盤
磁盘嘅实体冲法，自办湿地重化，都你看自办湿地重还8点多公顷啊，没有全区22公顷自办，还8点多公顷啊，然后你看你采提嘅新竹嘅建商，然后来到希望咧哈，上市柜的远雄建设，然后来到希望咧，来到希望买家私啊，别你主动了下真累多诶哈，1字头起跳，2字头起跳，全部比不上，3字头起跳，又可能来到4字头哈，所以两家从土楼、从艺术中心、从旅客服务中心到了海客家音乐村，还为到了只已经变更为住商用地的原来的工业用地，来起屋，来起饭店，来起做商业区，来做准备嘛。当到乡亲提出一个想法，俺哋呢才提乡亲买观餐么？10年前啊，18年的时间，不10年前咯。18年的时间，因为客家戏曲公园做好咧，该睇下用英讲，该冇做过一盘戏。好，该韩会以后，因为客家音乐村做好咧，咱咪当希望客家台戏都会做嘅，该会做嘛。该大同因为主动发展呢一点，我唔会反对。同意，不过因为想呢下想嘅事情係，该呢係公共空間戲好以後，该因為主動人類從。人类会所呢？人类会所没有人大呢？人类会所旁边没有东多，因客家乡亲，因主动乡亲，有需要的东西，因嘅想看。哦，我们的喜新厌旧，看到新音而在求年菜。事情文化馆韩会是项目啊，怎么样用做吧？哦，因实想，该系怕系下年因嘅人长，下年因嘅军长吼，才创嘅没有个健身军长啊，老女人，因嘅实想一下。喜好了为以后，因为主动原来嘅，吼，即也系场地，因为做嘛嘅使用，用半年，你做咧发展改为发展改为以后，该原来嘅会所是全部跳墙墙。听一点啊，我系讲到一点，因秘书长他们讲起嘅吼，行政中心，那你下当然啦，吼，行政，嘿，提升起啦，我想底下把，底下因人种两年代几年起是内内嘛，吼。佢冇辦法處理呢一件事情。我到土樓嘅呢地步嘅時間，佢嚟講嘅時間，副院長本嗌嘅周將軍到底想乜嘢啦？你到底想係乜嘢？我講我驚起來是項目呢，我驚死，就是我當驚呀。冇意想嘅動漫園區，嘅項目呢，項目台資家都係罵，我做醫院，我做東間區，我當驚起來以後項目呢啊！我想我嘅事情拜託到規劃下，因提升佢嘅主動行政中心做你辦上來麼？代表會、地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學前行政處、主動分處全部辦上去，你辦嘅事情全部上去，你一擺6檔6下全部辦好，你就要抽差去過去，拉過來，該人是為自然是為過來，應該會是唔會項目呢？好，希望睇這個。好，正式行起來。做東英前進黨在香港頭擺逐筆響啊，忙到9萬人，我97000人沙。20年過去，逐筆響變做逐筆時，係你下新竹人最鬧嘅地方。所以主動向前去建材等，用辦起來主動讓等望得到一隻高發展嘅機會。係講你擺第3期嘅行政中心在西上來簡單介入度。佔強下黑嘅那度盤工嘅場所在空出來之後，讓我們其他睇咯，要睇新人、舊人然後來照顧。好，我開放呢個鄉親了解。主動和平公園，你係目前最大缺點，遊覽車冇辦法落去，所以呢，初選呢冇辦法落宜蘭呢和平公園，宜蘭呢，因為等等呢，嗰度呢親子公園呢來做比較，所以呢，主動和平公園呢是不會老人家度嘅行嘅啦。喺玉橋山咧，天橋度嘅行嘅田啦，對國家主動嘅觀光產業、地方文化建設一定有幫助咯麼？當打賞，所以呢，本席以及溫水邊代表建議，工業一路來除了橋不幾多和平公園，呢個遊覽車咧，國家下溫小師講嘅，是唔會度嘅空氣污染，一邊
这个演艺人员在那边演绎，然后闻那个汽油味不好，游览车全部给它破题到和平公园当停车场。然后呢，从3个台上单位呢，上完赛表演呢，去到和平公园冇噪音。目前呢係呢3件呢，係我確實冇被做起啦。日期2期冇2件，先做起來。3期4期呢，好好的檢查呢活動嘅，經過咗辦上去行政中心。警察局、附近事務所、地檢所，你南區嘅行政中心好好的檢查。和平公園呢，參照陳定南宜蘭經驗，好好打造我們的這個水岸公園啦。好，一兩建議，希望感謝，謝謝。希望了解提過。好，喺我順頭喺預計拍頭那麼去提過。我只希望今天建築團隊、設計團隊不知道有沒有人來？沒來。為什麼不敢來的？是不敢來還是沒有空來？沒有邀請。不是。還在設計修改階段啦，所以因為持續就是因為在還在修改當中、設計當中，更應該來聽聽我們鄉親的為這個心聲。我因為講對他有一個要求，你如果說想要幫我們客家，就要幫你客家的創新你的文化，發揚你客家文化，同時嚟翻用地方嘅經濟嘅時間，你敢將來的你所做的東西啊，免當年命啊落去麼？沒有建築師設計。也係非常重要嘅，表示講你對地方負責，對歷史負責，你了從建築物嘅，你也設計做得嚟創新百年，唔只後人看，唔只後人笑，你就按佢自己冇，你唔係為咗賺錢，你唔係講是談咧人政府嘅客委會度嘅講，因為你想話產設計會嘅關係，你想話創咧個自田建材啊做得超嘅嗰種嘅空面上，按佢哋遷出嘅關係，你做得咧。到了到利益眼前的利益跳脱，得到咧，而且你信係話，我把條牌講我，你傳人嘅錢，傳人歡喜錢呐，留自己嘅信後命，留自己嘅信後命，唔好做到流虧，流虧嘅事情呢，一項事情呢，千人看百人說，坦白咧，你也情難為人，所以咧，我對你一陣時講，希望你一隻建築案非常難得。得到我哋金額補助，了解係你觸動嘅非常珍貴嘅一地土地，了地土地咧唔係你觸動錢人，也唔係你先足人嚟享受。我希望做得推動到咧，本學羅人、本外省人、本全世界嘅人都看觸動，要按人嘅客家文化，了解咧54年做得係繼續下去啊，客家三個強調。真嘅藝術啦、文化嘅紀念係傳世了100年的好，我看郭開峰本人現場鄉親來做臨時動議，等下請台上鄉親一並做總結和回應啦，好，了解大哥。大家好，我本人非常讚賞嚟客家音樂村來去到安尼活動哈，然後安尼新竹係活動係一個後花園啦哈，所以我攏去活動嘅時候。可說是我們竹東這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這個好的地方。然後個人的一個建議啊，哈，安尼啲火車頭啊，哈，新竹嘅火車啲竹東就融落啲竹東火車頭落內灣啊，你睇挑戰每場，你經過你挑戰嘅，安尼內灣出新竹嘅地方嘅時間啦，竹東啲嘅安尼嘅高鐵嘅地方，竹中高架嘅時間啦。是安尼咧，內灣到新竹嘅人來嘅時啦，非常不方便。啲台北坐火車來新竹市，落竹東嘅時咧，可講是非常不方便。以前高鐵網接好嘅時節啦，一條線至到新竹，時間上差唔多40分鐘。講人建議係嗰隻地方來，可以安尼客家音樂村嘅時節啦，係唔係啲嘅客家音樂村嘅對面來設一隻火車頭，會好麼？所以這火車的話嘛，按講整個的交通會便利。然後一隻建議是講，加個一條線一條龍的該火車路線啊，唔好啲該着重啲嘅高遠，一條線別倒大，也係我一隻建議。目前呢中央政府又叫浪漫台山寨，結合我們地方政府也非常的善忙，而來做好呢一件事情。港人也希望哦，大家按呢決定會比成功。當然一定要結合在地的文史工作者，還有我們在地的以前的國寶級的一個人物。舉例說明，那個客家戲曲、客家嘅創山歌啊，你大年到以前的前輩骨髓創新上，有文化就有生命。你看他有很有遠見的一個長者，他就把客家
长山歌，然后阮把停落去，我安尼当年全国的客家山歌比赛，第二活动做得非常好。所以讲有生命就要有文化，有文化就有生命。所以我了解安尼，公演非常支持了解安尼。两位公演文化，谢谢。徐萌，好，这位大姐。希望呢，木工只是局限在一个音乐而已哈。像说我们每年不是有天川日吗？其实我们都有踩街的活动，对不对？其实它要包含舞蹈，我希望它能够把舞蹈也纳入进去啊。因为呢，我觉得我们1年1次的踩街，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看得很精彩。那常常呢，只有前几名，其实很多遗珠之漏。我希望呢，能够有一个场地，让这个舞蹈，然后跟这个音乐结合在一起。跟音乐三者是谢谢，这是我的心声，谢谢。好，意见很热烈了，所以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来宾做总结和回应，好，来了解。大家好，我是客家人，我认为说，当然文化传承是很重要，可是民生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好，所以需要全体的证明，而不是几个代表来代表几个证明的意思，就把这个建起来，那我们其他的证明，他的权利在哪里？好，还有不该比小鸡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比较希望它是公园，或者是可以用运动的场地，然后留一个空地，让后代的子孙来决定他要做什么，而不是让竹东的镇民在这一代就把竹东所有的地都盖完了，然后盖完之后把它变成文资馆，然后我们的子孙，你看我们像我们要的。图书馆好了，我们的图书空间真的很少，然后我们的图书的册数也非常少。馆长跟我说，我们竹东镇民平均1人分不到1册的书，而且书都很旧了。那这个才是民众平常都必须要用的。我想用两张图来看，可能汉卡更立体的来看两家基地，客家音乐村的基地，佢选择的环境系乜嘅，还有政府。从地方到中央整体的投资都来到新的，也作动的新兴的，可能为了新兴的时期嘅规划系乜嘅。你啊，丰盛的地方系你记唔记讲客家音乐村会本做4期啦，头期到2期可能确定会来做，但是3期作动运动上的3期行政中心为做么？该系人政府的事情，唔系客委会的事情。第4期该你讲去到19楼啊，去2栋安泰栋吼。危险去也唔得啲啦吼，拍一部分咧，係聽我講過嘅，跟住推那橋嘅工廠，佢哋下磁盤跟住實體衝瓦，要排了8.5公頃按多吼，然後動用了下嗰種嘅淡綠色部分係煙彩推那嘅。工廠地北都的工人啊，然後快5000萬嚟做客家花廊做綠帶啦哈，嗰個係啦，是住宅區嚟，睇下你相信講富廣美美啦、元雄啊，全部都起屋，這片可能了32萬都可能到嚟啦哈，嗰個係啦藍色嘅部分，係內政部營建署另外一個競爭型的計劃，城鎮之星，然係3.75億，所以。可能都係倆豐色嘅客家音樂村，客委會32人啦哈。倆藍色嘅，你講到嘅城鎮之星，內政部營建署的是3.75億。還有倆作為客家音樂村地北度，還有嗰個交通部的旅客服務中心轉運站，交通部公務局是4億多，所以這整個區域按調起來看起來，花了將近10億多。你是不是讓跌落去？你安太平的土地，係咪真緊係你主動個翻新的一擺機會？做得啦，就俾你變。我主動應講，我挑擺林業3大小鎮，台灣光復初期的3大小鎮，我挑擺河港經你下全部樹就俾樹甜甜，你一千跌落去咁真緊，前面就挑擺主動的共融，我想強調呢個秘書長。你只解放通台嘅報告哈，挑擺呢 ，NU 當做失敗經驗、痛苦經驗，但係。然後成功經驗，所以呢，我們會汲取失敗教訓，然後吸取成功經驗。所以台港鄉親就懷疑說，會不會又變成另外一個文資館了哈？已經有失敗經驗，也有成功經驗。我們人都是學習的動物嘛哈，我們會改進盡可能來讓它成功。但是我跟各位報，2張給重視呢，台港我就信心啊，佢有注意偏音樂簽。剛剛有一位東海大學音樂系很年輕的人，他講。
他说啊，3亿多要盖个演艺厅不可能啦。他都睇下报告啊，新中展文化局、演艺厅、美术馆、图书馆3只馆加起来涨6亿天啦。新中市啊，这演艺厅是8亿啦。你新中展演艺厅3亿天啦，3亿到8亿，必须啊，很多表演团体说还我们比较好啊。你想钱没问题啦。3亿多可以设计这么好的演艺中心，现在只有3亿多，来做那客家音乐村呢，大家对佢有信心啊。既然佢虽然咩主动已经没有人去做总统的代过哈，到客家建筑界呢非常有名气。3年前去得过个国家文艺奖建筑类的，是最高奖项啊，所以大家对佢有信心。当然。係講要乜嘅說明會啊，乜嘅嚟大家嚟參相加哦，到時呢，請大家從下來，到政工所辦過2場啊，將來什麼13啊，少掉啦嚇，係咩有機會呢？做辦家場，大家從下來，從下呢開放空間，大家嚟討論，好唔好？好，希望大家嚇，謝謝。該我想來請教劉專門委員是講，其實兩地土地，佢認為係人均會起到貴州水產區嘅新強百用嘅嚇，所以。像這樣些去客家土樓是有兩種嘅三權爭議問題，一起到了下，還蠻有人民嘅改革啦哈。按樣現嘅現況哈，很多司法嘗試來進行，因為那舊改革還蠻得去啲，為讓鄉唔到來爭取，了只客家人樂村嘅考量麼、考慮麼，係講了係只。關起來人數嘅話，該你都有乜嘅建議冇？然後講有見辦法了，見會保留下來麼？係最重要嘅係你嘅進度要掌握好啦，吼，因為設計嘅時間未當斷啊，吼。不過呢一段時間未希望講從今年當到鄉親來講當到嘅意見，吼，當熱心吼，表示講大家當關心呢個計劃，所以未希望講人政府吼愛聽地方嘅意見啊，吼，來變到呢個設計地步吼，因為呢下前行到嘅基本設計階段吼，所以很多嘅車吼，很有時間好挑戰吼，所以未希望講的順利前行到嘅設計完成以後吼，做得通過安尼客委會是做嘅共享部分嘅支持吼。所以啦，專門委員談到呢度鄉親安關心，所以為客家新重來看待啦，即係客家音樂村案呢，本期規劃到客家完善。好，係咁樣好。我想最後我請教你嘅問小琪是講，我聽業者佢有佢嘅考量，佢將來專業經理人，佢可能有冇強樣嘅想法，兩沙之間嘅衝突，可能也會使得兩家 OT 案呢，背面係咪做得原汁原味的照一開始嘅想法來進行，然後為有政策為有讓效，所以用擺看用去台新嘅案呢，政府不出千日後用 OT 嘅方式，結果留下當多冇人民嘅部分，跟你嘅建議係乜嘅？最重要，我們還得回到這個整個政策的實際面。中央撥下來到地方，你如何再去做這個執行管理機關的籌備管理這個部分？韓國來講，你也後續嘅輔導了挹注嘅資源係乜嘅？你政府要考慮清楚哈。所以來講，回到基本面，你政府要有那種素養，那種 sense， 你還是要拿出你嘅頭腦、你嘅心出來，讓地方鄉親。那咧地方誒，哈，那就講立委哈，議員所有誒兩種人來參詳，韓國你到底係做乜嘅東西？好，你定位價值，你再講出來，要韓白哈，我10萬，我咧起來咧，營運咧，我再達到10萬目標，好，安樣嘅大家有信心有希望，哈。小鎮再生，華麗轉身啦，哈！希望華麗轉身都這樣出來了，背出來了，國際亮點。莫講從動漫園1線9億啊，上隻 OT 商全部都垮在下面。希望政府政府你講鄉親來支持你，好啊，跟你談大家生日嘛，安樣講錯，哈！我希望安樣嘢啦，哈，好，許夢。其實。四台美術內有一家姚瑞忠姚老師啦，佢做過一長期嘅調查研究，全台灣咧都共部門投資嘅共享嘅實施哈，
就几多木呢讲啊哈，创业调查下来已经1,500处咧哈，有嗰種法通中心啦，什麼漁貨交易中心啦哈，又嗰個文化館啊，什麼展演廳、游泳池全部有啦，đều起來啦。佢講，佢搶掠創業調查500件嘅門來講，佢看到乜嘅？佢看到講像安樣軒客家人樂村，像安樣軒上進自信、城鎮自信，安樣勤政細輕嘅計劃嘅時間，大家咧比馬上寫學得寫下好，所以大家當咁寫到漲到1000日後，全部 OT。客家人樂村向前非常嘅期待，當強又當好，希望佢帶動竹東頭擺好講見，變過竹北，然後竹北變到係新竹人發展嘅雙核心，但是啊，當強，安台跳前4下來日後。結果後來變做冇那講，有日擺大家民眾對政府嘅施政失去信心，到底馬上傳到，係咪得到順頭嘅豪宅一平30萬、40萬，嗰度民眾傳到好講見、好講人嘅鬧了，咁係安樣軒嘅結果係咪大家想會看到嘅喏？我想今日村民台費將鄉親來講清楚，也強烈來關心，下禮拜持續鎖定村民台費，希望大家，希望，謝謝。